还不到中午用餐时间，店铺前已经排满许多民众。因为这碗鱼面，他们已经盼了3年多。原因是因为制作鱼面的原料狗母鱼，这几年因为海洋生态的改变，产量越来越少。加上小老板卓明杰手伤，无法长时间制作鱼面，种种原因加起来，让他们不得已在2021年时决定停卖鱼面。当初是有啥物有原因？哎呦喂吼，这好像啊，做啊吼手拢发炎安尼啦，啊，毋过也无鱼啊，哦，然存这个时间然后休困一下安尼。对，迄阵嘛狗母鱼嘛较少嘛。较少，迄阵就开始渐渐较少，这嘛真少。好味道终究令人无法忘怀，许多老顾客不时敲碗呼唤，询问卓家何时恢复鱼面贩售。小老板卓明杰在手伤舒缓后，便开始尝试各种鱼类，希望找出除了狗母鱼外，其他适合制作鱼面的鱼类食材。经过不断尝试，终于找出旗鱼及虱目鱼，再次重现卓家鱼面飘香50年的好味道。你刚口感口味有改变不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因为创始人到现在我都来了。好吃，我觉得口感很特别。跟吃鱼丸那种鱼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之前有来吃过这家吗？有，是爸爸带我来吃的。所以你是算从小就吃到大的。对。你觉得它的口感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。对，鱼面跟肉燥饭都很好吃。很多老顾客建议说，很想再吃到鱼面。他说，主要是这是我爸的传承，希望能再继续把这事传承下去。虽然成功复刻了好味道，但因为是使用2种鱼类混合制作，所以过程更费时耗工。现在鱼面的产量只有过去1半左右，好味道每日限量。原本是1小时可以做4斤，现在这种鱼现在是1小时只能做2斤的，差了一倍的时间。所以限量了。对啊，每天量有限。看到儿子努力让鱼面持续飘香，这也让老板卓吉义感到非常欣慰，放心将店交棒给2代经营。希望老顾客们有空能够回来试试卓家鱼面的好味道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